肇慶端州美食探店，韓式燒烤。今晚嚟呢家1988食韓式燒烤，佢係位於敏捷廣場嘅。對於我哋肇慶街坊嚟講，敏捷廣場大家都應該好熟悉，無需多介紹啦。可以坐公交車嚟啦。如果自己揸車，敏捷廣場都好多停車位嘅，泊車亦都方便。呢家韓國餐廳都頗有人氣嘅。我哋3個人喺美團點咗個2至3人烤肉套餐，168蚊，都有相當多嘢食，牛肋條、牛五花、黑毛豬五花、雞扒。主食係6個揀1個，我哋揀咗韓式冷麵，另外仲有牛肉海帶湯。小菜係自助任食嘅。未曾上烤肉，先去小菜櫃攞啲小菜。呢度有醬料同小菜。有冇 kimchi 㗎？kimchi 有攞咗一碟，攞多碟啦，細細。好啊好啊。好啊。好。我係中意食 kimchi 嘅，有啲店嘅 kimchi 就太鹹或者太過酸，但係呢一間咧嘅 kimchi 好好食，味道唔太濃。鍋爐未到，先擺滿一台小菜，食一啲開下胃。之後烤肉到，亦都配有生菜。先飲牛肉海帶湯。再食冷麵。好啦。服務員全程幫我哋燒。真係大隻啦，有一新咗好多年，好犀利。睇人我都做唔到佢哋。燒好就放落大碗，我哋只係負責食。另外我哋加咗一個海鮮餅，38蚊。結果其實我哋係食唔晒嘅。如果唔叫個海鮮餅就會啱啱好。埋單平均每人69蚊。呢一餐性價比相當高。北京火鍋，今晚嚟呢家最驚豔老北京同鍋散肉，當然係嚟打邊爐啦。呢家餐廳位於海逸廣場，餐廳門外係有停車位嘅。晚上停車係10蚊一個鐘，係貴嘅。但係如果喺餐廳消費，泊車費係可以減免嘅。餐廳大概只有半滿。呢度嘅牆壁充滿喜慶嘅氣氛，十分之吸睛。呢家餐廳係可以用美團點餐嘅。我哋3個人點咗一個2至3人餐，188蚊。鍋底係6選1，我哋點骨湯鍋。呢個餐最主要嘅係散品，我哋選牛為伴。此外仲有其他嘅肉類食品同埋蔬菜。食物陸續送上，呢一大圈嘅牛肉真係好精彩。其他食物亦都嚟啦。牛筋丸、羊肉卷、凍豆腐、粉絲、手工麵、冬瓜、娃娃菜。水開始滾啦！食之前首先去醬料櫃混醬，然後着返件餐廳提供一次性防水背心，避免整污糟件衫。另外我哋加咗魚片、豬肉餃子，飲品係可樂。埋單平均每人81蚊。影片稍停數秒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西餐牛扒，今日下午我同老婆嚟呢一家月半灣西餐廳食午餐。佢位於星湖旁邊，半月路同埋星河路交界。佢有一個頗大嘅停車場，可以泊到10幾20台車嘅。沿住半月路經過餐廳之後，繼續向前行50米就係停車場。必須留意右手邊停車場嘅入口係比較隱蔽嘅，我兜咗2個圈，第3次先至揾到。餐廳嘅裝潢好典雅，亦都好清靜。我哋揀咗個靠窗嘅位置。我老婆飲金瓜忌廉湯係好飲嘅，我飲羅宋湯比較重口味，唔係好適合我。我老婆食安格斯3角牛扒5成熟，我就食 M7 板腱牛扒海蝦芝士腸，牛扒要7成熟。
兩件扒都係正常嘅好食。墨西哥風味餅好好食。最後係甜品，我老婆食焦糖烤布雷，好香滑。我飲凍奶茶，比較淡口，同我習慣嘅香港式嘅濃郁味道有啲距離。餐廳嘅窗外可以望湖，環境上係加分嘅。埋單296蚊，平均每人148蚊，消費額與享受係匹配嘅。日本料理，今晚我哋一行3人嚟到呢家泰卷精緻料理食日本菜。佢位於敏捷廣場第6期5樓。我哋入咗一個靠窗嘅卡位。我哋叫咗好多嘅食物，首先有小食珍品3味45蚊，同埋牛油果魚生沙拉42蚊，有一系列串燒多春魚串25蚊，其他仲有秋葵串18蚊，雞軟骨串12蚊，香菇串8蚊，十分美味嘅黑松露玻璃蝦卷45蚊，芒果鰻魚卷38蚊，鰻魚炒飯48蚊。我哋所點嘅食物之中，最名貴嘅就係呢一盤刺身拼盤488蚊。我哋係非常享受呢啲刺身，形態美麗，而且十分鮮味。最後嚟一個甜品龜苓膏。今餐嘅食物精緻，環境舒適，服務一流，因此消費相對比較高。我哋3個人按正價嘅計算係消費咗787蚊嘅，但係因為我同行嘅朋友有優惠券係打7.8折，所以實際付款係613蚊，平均每人204蚊。不過原來係好容易獲得優惠券嘅，我付款之後收銀員即刻派咗2張優惠券俾我，鼓勵我下次再嚟。